分享幾個日本嘅小優惠。第一個係關於日本 AEON 嘅，咁喺 AEON Style 咧就有95折嘅優惠啦。以下就係優惠券嗰個優惠代碼嚟嘅，俾工作人員睇咧，今日有優惠噶啦。AEON Style 即係超市，只要你喺大型嘅永旺商場咧，咁AEON 咧都可以有呢一個嘅 coupon。喺嗰啲嘅 reception 或者係服務處嗰度咧，出示呢一個代碼咧，咁就可以攞到一張嘅500yen嘅 coupon 嘅。跟住落嚟想介紹嘅係有關SoSIM嘅優惠同埋其他嘅優惠券嘅。咁SoSIM咧，其實佢喺裏邊咧就有日本唔同商鋪嘅優惠券嘅。除咗SoSIM之外咧，其實你一般喺 Google 嚟 search 翻嗰間嘅日本商店嘅之後，你都可以揾到相關嘅優惠代碼，例如 Donkey 啦。希望幫到大家。